他那个阿罗汉他是只有顾家己就好，管别人需要了，开心。个人有个人的那个使命任务了。他这样跟阿罗汉跟菩萨这样会不会？那不一样。又不一样。因为菩萨呢，他是要众生也修成佛，他那个阿罗汉他是只有顾家己就好，管别人需要了。或许意思说这两个刚刚会讲的，是心态问题，对，那个不一定说当菩萨了就一定这个心地很好，可是他是要众生能够修正成佛，不一样，那个心态不一样。这攀缘的部分可以说，你如果何以这个佛性本体的这个，就是何以这个理则上面的，就应该可以去帮助他。那个正当要，对不对？那个不算攀缘。对啊，你不能说所有事情都是攀缘。当然是这样，不能。所以我们看到急难，然后我们救助，那个是正确的，那不是攀缘。就是符合。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因为攀缘是进入我们私心私心的希望。得到一些对到那些来算嘛。你私心的你对他好，私心的对他坏。那个才叫攀缘嘛，对。是假如说是公的是对呢公众事务的或是对呢那个不是个人的事情，那个都不算。所以我们要把它厘清，不能都混在一起呀，混在一起的必菜米啊。不能喜欢吃又把它拿来做事还有吗？没有，我们开始讲了第3行，说了知一切心念即非心念，念呢本无念，所以或者说这一行就是呢在讲说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心念，念这个时候那个念就是全部的念都没有了，全部的念没有，就是我们的正知正见。那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说佛的知见，就在这一种状态之下呈现，所以呢不是心念。那么念本无念，念无可念念即非念，所以这个一直反复在讲念的那个本体就已经是进入我们那个佛性。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凡尘在用的那个念是妄。我们知道那个妄就已经回到真了，所以知妄即真。那底下第4行那个无说无念，因为呢无说无念都是从佛性本体出来。有说虽然说得很努力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很努力的说，可是涅槃时候弟子说怎么来处理49年所说的内容，所说的这一些话，他说我一个字也没说。那假如说以现象来讲，佛就是妄言，讲到要拍拼个讲起就无讲，这个就是称性而说，从性分发挥，没有能说的我相，也没有所说的法相，所以就叫无说，然后无念。无念呢就是没有我相。那个无说就是没有法相，没有我相，没有法相，那个就是全部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们一般呢都很少能够达到这个状态，拢是咱家己心底有目的，有企图所以呢这个叫是名随顺真如那么底下就讲当就是呢要称离而知，离念离言说外，别无真理真如，就是
念头就是真如，言说就是真如。可是这个时候的念头，这个时候的言说啊，全部都是从性分里面流入，没有相对的，这个很不容易啊。没有相对的话，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用呢，圆满的音声啊，圆满的音声啊来说，那个就是没有偶像，没有法相，不容易。就是说的人啊，他对这个真理啊，一定是透彻的了解。那么以不变呢，随缘，不变呢就是体，随缘呢就是用，所以我们大部分啊，就用即道，即就是不变之体，道就是随缘之用，道常即啊，即而常道，那样呢，就是有体啊，有用。那么是故啊，起心动念无非真如，所以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啊，都是私心啊。那为什么起心动念呢会是真如？就是因为已经进入到那个真心的那个程度，跟我们平常的起心动念不一样。平常的起心动念呢，都是私心，都是企图，都是勾心斗角，那个不一样。这边呢就是我们有说那个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这个呢，起心动念就是神动而天水。起心动念天理跟着，所以都是真如。那么众生早有，我们都早已形象，以为实有心念可得，以为说我们那个心念实实在在有可以得到，实有言说可行，可以来形容，即是呢违逆真如，跟真如呢已经相违背了。那么既违其性，云而可入，已经违背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呢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佛性本体了。若要呢证入真如必须离念，离开呢我们凡尘的那一些六识心，所以这边的念跟上面的念又不同了，上面那个真心的念，下面呢是世心的念，所以一样的文字，不同的意思，我们要能够分辨，看得爱怎样。那么当知离念呢，非是将其心念断除离念不是讲把咱的心念断除，那个六祖明明讲不断百思想，百思想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不断掉它，一定都还在只须呢了知妄念本空，就是要空其成见把那个那个念里面的见那个成见全部都把它空掉，这样功夫我们都成见空不了，而念呢实无可离那个念本来就是佛性本体，怎么可以离就不用理，只要我们把成见那个见，那个有形有相的环境我们空掉就可以了。那么当体了不可得，因为那个念的当体都了不可得，不可得处呢怎么得？那个是永嘉大师讲的，说不可得的地方就是最奥妙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用心就会了解意思，就是不可得，是地方所在即形而上的道，不可得的那个地方所在就是形而上的道，就把它表现出来，一般不会你自己去贴过，不会把它写出来。
那么即是呢，真如即是一真法界真如呢假诸言说那个假就界，真如界的所有的言说，而说无分别义因为真如没有分别，把那个没有分别的那个真理义理都把它说出来。一呢无能说所说而说说即非说，文字性理所以讲到这个文字性理或者又想到那个上圣的那个四句句那个观现象犹如虚空，观受呢不在内外，不住中间，观心暗有名字，名字现理，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就是在这里文字现理那么当体即空当下呢都是空的。那么知妄消妄，所有的妄都消除了，都忘记了，不真呢何待真一定跑出来了所以只要我们努力把妄的去掉，真的就会呈现。只要妄念一空真如之体自然而显就会显现出来。一切之法呢为是自心，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真心无有能见，亦无所见，无有能说，亦无所说所以咱就了解这个形而上的道，形而上的道就是这样见佛闻法皆是分别，拢是咱的分别心。一真法界呢无有分别，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分别，所以佛看待众生也是佛啦，没有分别所以成佛那佛看众生呢身份地位很高，有的身份地位很低，有的很有钱，有的都没有钱，可是佛看呢都一样。那个有钱没钱是你的福报跟业报那个佛看呢没有差别，只要你那个报完了就又回归到佛性本体了所以佛没有分别心，所以成佛。那我们众生呢因为有分别心，所以就当众生。那么不起分别即能见佛形而上的道就可以见到呢形而上的道形而上的道整个都是佛。所以呢我们之前都一再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所见就有能见还有相对待那个就不是见如来，是邪见。你若无所见，就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就真实的见你如来。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之中没有能见，没有所见真的整个都是见到如来。我又有一个问题好，那个我之前在这里有谈到一个不起分别嘛，那我们也都是要朝着这一个方面去做，尽量去做，也要知道说那种它的一个理是怎样。我们很清楚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分别。那因为接触了一个很多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我记得我以前有听过那个庙头里面都有一个知客师。那知客师他也是等于是在修行当中的一个人。那一个庙里头当然也有个住持，那住持所谓的一个方丈，他的一个修行的境界会更高。那知客师他是在应对外面所有的一切嘛，然后知客师，比如说我们去的时候，他会这个中间他会露出一个端倪出来，就是说像有一个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好像对联一样，他就说泡好茶，然后请坐，请上座。然后这一个就是因为由于我们是在现象里头，
在看这个兹克斯的一个所作所为。但是如果像我们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程度的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这个现象所有的一切，所以才会有这个分别的一个存在。那是他在兹克斯的一个应用，我们反而会怪他说，他有分别心。那这个情形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告诉现象界的人说，你不要因为他这样子自屈悲屈，嘿，对，自屈悲屈，我们怎么去告诉他们？还是真理欣喜吗？